我相信大家咧喺工作上都會遇到嗰啲奄尖嘅人。當一件事你冇辦法去解決嘅時候，你就聽話照做。如果有更加好嘅建議同埋方向或者方法嘅話咧，咁我哋就嚟討論。如果你遇到嗰啲針對你或者督你背脊嘅人，你要諗下真正能夠幫助你嘅人，佢係帶住方案嚟㗎。千祈唔好焦慮，唔好迷茫，你要成為一個不可替代、有價值嘅自己。一個不可替代性就係你嘅能力，你嘅能力越強，你嘅不可替代性就越高。人生最大嘅成功唔係話比邊個有錢，或者比邊個更加有成就，而係比邊個更加先揾到自己嘅一生。唔好驚吃苦，人嘅一生吃苦同埋享福，佢係有定數嘅。人生上半場唔吃苦，咁你下半場就會吃苦。記住王陽明嘅一句說話：人不苦，福不厚；心不苦，志不開。